入你嘅戶口號碼，然後按井號，選擇用。請輸入你嘅6位數字保安天碼進行校驗。你可以在 40 token 接收此編碼。請輸入你嘅身份證或者出入境通行證嘅頭4位數字。請輸入你嘅6位數字新密碼。請再次輸入你新嘅密碼。你嘅賬戶已成功激活。